戏，说戏学戏，星期戏曲广播会，周周有戏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是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为您现场直播第762期星期戏曲广播会《咏江乐音百花争艳》宁波小百花越剧团演唱专场。我是上海电台戏剧曲艺广播主持人辛宁，大家好。我是 SFG 综艺部的节目主持人方飞，大家好。我是宁波艺术剧院的王景文，大家好。那么王景文现在还担任宁波艺术剧院的副院长，现在担任领导工作了。他还是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的老朋友。我们在25年庆典的时候，他专程来上海参加了祝贺演出。去年我们在宁波直播了一场咏剧，他也参加了演出。那么我们王静文啊，是我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老朋友，平时呢作为演员出现在舞台上，今天作为主持人出现在我们星期戏曲广播会的舞台上，我们掌声再次送给他。谢谢，非常荣幸和辛老师、方飞老师一块来主持我们小百花的节目。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粤剧的专场，我看王景文是不是就先给我们唱上2句粤剧怎么样？啊，咏剧演员唱粤剧，对呀，要不要听啊？要听的吧？掌声响起。好的，那我就来唱2句粤剧京派的。关啊人，你好比天啊上月，为妻苦比是月拉边啊西。谢谢。唱得太棒了！哦呦，不行，你们多才多艺啊！不行，而且说2句就2句，1句也不多。你们粤语没听出阿拉宁波黄泥佬的味道？冇介客气吧？冇介客气，哎呦，跟宁波话讲了灵嘛。那么说到咱们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呢，可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小百花越剧团之一，也是我们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。那么科班出身的小百花呢，可以说是功底非常的扎实，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戏曲表演经验。说到咱们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呢，那可是声名远扬啊！它曾经是远赴法国啊、匈牙利啊，还有新加坡啊、美国等许多国家去演出，并且呢，受到我们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的赞誉。是的，我们宁波的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们呢，青春靓丽。今天呢，首先呢，我们亮出一个整齐的阵容，有请大家来欣赏一组越剧大联唱。
谁应大长腿？
10位小百花为大家演唱了这个精彩纷呈的粤剧的各种流派。是的，辛老师呢说的没错，粤剧呢确实有流派纷呈的这一个特点。那么在接下来的那些板块当中呢，我们小百花的演员们一段段来演绎那些精彩的唱段。我们先来听一段七派。七派呢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具有呢凄婉那种的风格，在悲悲切切当中呢塑造人物，深受的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喜爱。好，接下来上场的是七派的弟子，叫唐丽君，他为大家带来的是《苏三起解》。我从公道一事当劫财，今奉命一女外前往开元，早早收拾听到。苏三这此生难与君相见，再要团圆义无缘。苏三，不要哭了，走吧。
说到艺术生命呢，其实需要延续的。那么说到艺术事业呢，同样是这样。哎，你听说吧？咱们宁波粤剧小百花呢，现在已经有小百花了。是的。2001年呢，绍兴的艺术学校呢毕业了一批学生，这些学生呢到我们的院里来实习。经过呢几年的历练呢，这些小百花们呢已经成长起来，在粤剧舞台上呢已经展露出他们的风采。接下来呢，他们也要拿出各自的好戏来奉献给听众的朋友们。那么，首先为我们上场演出的呢是范派的小生孙琴，他进团以后呢，就主演了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还有《琼浆玉露》等等。在2006年的粤女争锋当中呢，大家可能还有印象，他获得了荧屏奖。那么今天呢，他为我们带来了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回十八这一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放映台
听说你们院里还有一朵小小百花，叫徐小飞，是的和孙晶一样，也是在一部大戏一部大戏中间茁壮成长起来的。是的，小飞们已经主演了多部大戏，像那个《百花江》《风雨劫夫亭》，还有《风流才子》。小飞呢，在我们省市的戏剧节乃至全国的越剧赛事上面呢获大奖，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新秀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飞，他给大家带来的是原派名段《断肠人》。冷清清路
说到我们宁波小百花这一批小百花呢，真是行当齐全。那么团中呢有一位叫厉丹红的，我想大家肯定是有印象的，因为在06年的粤女争锋当中呢，她就有上佳的表现。她是一名非常有潜力的女老生演员。那么今天呢，她给大家带来的是舞女拜寿哭别这一折。火急，张老师，你不在的时候，班里全乱套了。现在我们班就需要一个乱世英雄出来领导群雄，还让我们选出新的班长。你敢不敢站出来？我连我妹都管不了，我怎么管这个班啊？歇菜吧你！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只要你继续坚持下去，努力下去，总有一天别人会相信你的。新少年偶像电影《男生贾里新传》，今年6·1档全国火热公映。刚才最后一响，北京时间7点。上海评弹团湘音书院演出季开始啦！中篇、短篇经典折子流派演唱会。热闹非凡，精彩纷呈。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常熟、常州、吴中区等各大评弹团联袂献演。展演时间5月29日至6月10日，购票时间5月10日起。
购票地点：上海评弹团湘音书院，咨询电话62563234。上海现代戏剧谷携手艺术人文频道5月开幕巨献孟京辉经典大戏《生命不息，恋爱不止》，恋爱的犀牛铂金10年，亲情再现。2只狗的生活意见，新鲜热辣将快乐进行到底。颠覆传统的感官冒险，爱比死更冷酷，挑战声色无极限。另类原创音乐剧《空中花园谋杀案》上海轰动首演，一戏剧缤纷开幕演出季，精彩上演。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 Expo Shanghai China c'est l'échange culturel dans le monde 可以睇到好多未來嘅科技，是世界文明的盛會。就在黄浦江那边，早早你哈儿都到了嘛。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Shanghai 我在大家的世博，阿里要打好东道子。我的爸爸在世博工地建房子呢，我要去。咱们全家呀都去参观。好，明年5月1号。年年端阳，年年春，欢声笑语喜迎门。2009年5月28日至31日，娱乐频道连续4天，每晚8点半推出《喜羊羊闹端阳》，09端午快乐大放送，各路明星陪您一同包端午粽子，品雄黄美酒，笑星妙语连珠，欢乐异彩纷呈，笑声笑语笑翻天。喜羊羊闹端阳，09端午快乐大放送，陪您共度佳节。在电影界，李行是掀起琼瑶电影风潮的第一人，就中了他的毒了嘛，满脑子都是琼瑶。谢晋和李行都是中国电影界的泰斗级导演，也是一对互相欣赏、学习的老哥俩。在李行的心中，谢晋又有着怎样的地位？谢导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强人，中国电影的巨人。周日晚21点，敬请关注《可玩倾听》。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女1号。哦，潜规矩，侬讲规矩是这个规矩啊？侬讲看。哎呀，上毛我刘金龙只有一个死。喜王仁美、周旋，只有我能成就你。要不是刚刚我救侬，侬乃么还不晓得哪里得来啦？我这个看我们啊，像道义啊，像你女子国样啊！哎呦啊！兵临城下，双胞胎兄弟刀戈相见，手中的枪可六亲不认。浴火重生，人人义士力保古都平安。励志偶像普巴甲一人分饰2角，任成伟、李小璐亲情献演，建国60周年献礼巨作《战北平》新娱乐剧场震撼上映。粽叶飘香，喜庆端午。28号36度7端午特辑，29号家庭演播室端午特别节目，30号相约星期六，31号全家都来赛，欢唱迎世博，更有喜羊羊闹端午，快乐大放送，天天伴你乐开怀，欢乐度端午，尽在新娱乐。热天冷天中秋天，天天有看点。好事趣事开心事，事事有热点。正话反话大白话，话有卖点。看点热点加卖点，天天有小点。看点热点卖点小点，小点卖点热点看点。看点热点卖点小点，小点卖点热点看点。交通路路边，小儿八人点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开心点。说到这个京派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京派唱腔呢是非常的流畅，非常的好听。特别是在本月底呢，我们还将会举办一个京派唱腔的一个专场演出，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京派弟子们登台献艺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提前一饱眼福和耳福。
那么今天呢，为我们表演的呢是金彩凤老师的嫡传弟子陈丽萍。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呢是金派的名剧《碧玉簪》的一个选段。下面呢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她精彩的表演。好，掌声送给她。
向我出家之时，母亲她再三地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婆，敬重丈夫。想今天气回冷，我说不与他给你，倘被旁生之讨，又骂我受淫，离你不知，我又管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郎才女貌皆乱叫，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；十月令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可不因身心欢笑，带子忙同旁化作早日也到，谁知道进了王家是跌倒，我夫妻是受尽年少，是出娘胎18载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。命不好。
我们这个宁波小百花越剧团，除了继承传统的越剧以外，还对越剧进行了改革创新，创作了不少新的剧目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们小百花越剧团呢，建团以来呢，创排了许多呢带有鲜明的艺术风格的原创剧目，像我们的《百花江》，像我们的《风雨劫福亭》《阿育王》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等等等等。哎，今天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还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哎呀，就很想来欣赏一下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这个原创剧目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呢，是我们原创的剧目之一。这出戏呢，在越剧舞台上呢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王熙凤的形象。2007年呢，参加呢我们浙江省的戏剧节的时候呢，获得了剧目大奖。我们的主演呢，国家一级演员谢晋莲也获得了优秀演员奖。哎，王院长，我听说谢晋莲在排演这出戏的时候，穿着很高很高的高跟鞋来排练的。这不叫高跟鞋，这叫呢，原来京剧的传统上面呢叫踩蹺功。那么导演呢要求我们演员呢，为了塑造好呢王熙凤的这个人物形象呢，要求演员呢要穿着软蹺呢进行表演。这个踩蹺功啊，在京剧的传统技艺里面呢，演员要练多少年才有这个功夫？那么谢晋莲练了多少时间呢？那我们的演员排练时间非常短，只有在短短的1个多月时间里面呢，他就练就了那个踩蹺功。那么可见他花了非常多的心血。是啊，我也想现场观众朋友可以这个试一试啊，回家穿个它是10厘米高的高跟鞋啊，然后呢在舞台上还要演唱，还要做动作，还要走台步。不是2分钟，2个小时，真是不容易。那么今天是演唱会啊，谢晋莲穿着那个10厘米高的那个高跟鞋，待会儿会上来的。不是专门来表演踩蹺功了，还是把那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奉献给大家。我的好妹
其实呢，我们这个越剧舞台上呢是非常擅长演这个才子佳人的，也是非常擅长表达这种人性美和人情美的。那我们这个《百花江》呢，就是这样一出戏。是的，《百花江》呢也是我们小百花越剧团的原创剧目。这出戏呢，主要是呢呼唤人间的真情真爱，讴歌呢美好善良的人心。这出戏呢，在我们宁波市戏剧节、浙江省戏剧节都获得了新剧目的大奖。那么剧中的男主人公啊，著名的这个小生演员杨伟文呢，他在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呢，就获得了这个日发杯的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的1等奖。那么今天呢，他为我们带来这个戏，也可以说呢，他不但是戏好、扮相好，并且呢还写了一手好的书法，画着一手好的画，画画也很好。那么他呢，可以说对于自己的这个表演呢，也是非常注重揣摩人物的那种心理的变化。浪费不是
人老天涯在四方。请给我一盏灯，我不想在黑暗中走向另一扇门。我们曾经接受过无数次恩惠，有几回询问过别人的姓氏。我们曾经的感恩情怀，还要在心中留存多久？请把你的手放在我们的手里，让我们心中的灯一起点燃。无偿献血，点滴之爱，再生之德。5月劳动最光荣。SITV 为您一一盘点最命悬一线的工作，绝对的气势如虹。大灵堂送子前，丧葬服务一条龙。最麻雀变凤凰的工作，最表里不一的工作，还有众多工作之最为您一一呈现。5月，让我们一起爱岗敬业吧。10 teams on a race throughout the city's different districts. 那个中文怎么说？你就随到谁 Only one team will be left standing. 没有3分6币的吗 Are you sure a taxi is not quicker? Welcome to Shanghai Rush. 从我做起，衰男生活，桃花朵朵，报饭遗孀。六哥，我想成个家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有夫之妇，你老公啊？啊，美女房客，我是这儿的房东。开价吗？这下我们院子里飞了金凤凰了啊！3个女人，一段爱的奇遇。你是孤男，我是寡女，你干柴，我烈火。他能抓住哪一个？我这个人是很有头发。衰男情感奇遇记，大生活，东方卫视。正在进行时。爱上海，从我做起。欢乐影视博全家都来赛，100家庭现场斗秀。举向前行，爬向评委，杨阿姨，爬向评委。黑幕，我要在场。老生不想不好不想，老生也想请他原谅，好吧？人孩子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呀、肉馒头包了块毛巾就直接来演了。啥美的感觉，没有他好。敬请关注5月24日播出的《全家都来赛》。迎世博庆端午，创和谐，传统节庆，端午节串起白蛇传奇，戏曲大串演《白蛇传》，5月27日19点15分现演于天蟾艺术舞台。订票电话：6322-5294，5353-0054，6322-5075。流光溢彩，舞台形象，细腻传情，动人演绎。著名粤剧导演黄沙，粤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粤剧黄金系列演出。5月29日19点15分明星版《盘夫索夫》，5月30日19点15分艺海巨沙纪念著名粤剧导演黄沙舞台艺术回顾。5月31日19点15分流金岁月粤剧表演艺术家金采风艺术专场上演于天蟾艺术舞台。
年年端阳，年年春，欢声笑语喜迎门。2009年5月28日至31日，娱乐频道连续4天，每晚8点半推出《喜羊羊闹端阳》，09端午快乐大放送，各路明星陪您一同包端午粽子，品雄黄美酒，笑星妙语连珠，欢乐异彩纷呈，笑声笑语笑翻天。喜羊羊闹端阳，09端午快乐大放送，陪您共度佳节。这是青年演员展示技艺的平台，这是粤剧新秀塑造角色的舞台，这是粤剧一代明星成长的摇篮，这是粤剧新生代最璀璨的表演。支持青年演员成才，见证一代新人成长，欢迎加入越看越迷。每周六下午2点，艺海粤剧周周演，上海粤剧新生代演员和你相约。兵临城下，双胞胎兄弟刀割相见，手中的枪可六亲不认。浴火重生，人人义士力保古都平安。励志偶像普八甲一人分饰2角，任成伟、李小璐亲情现演，建国60周年献礼巨作《战北平》，新娱乐剧场震撼上映。粤剧有一个术语，叫四柱头，哎，说的是什么？哦，这次还考名词解释了。对啊。你说的这个四柱头呢，我还真做了功课了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指我们粤剧的4大行当，一个是花旦，还有小生，还有老生，还有小丑。它就像在我们戏曲舞台上4颗柱子一样，就是台柱子挺起了我们这个戏曲的舞台。答得非常正确，答对有奖。有奖吗？你没有奖品，我们的奖品专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、听众朋友。我是义务的是吧？对，这4柱头中间的1个柱头呢，那就是老生。对，可见老生在粤剧行当中是多么的重要。对对对，那么这个老生呢，在我们宁波小百花粤剧团呢，是出现了非常许多那个优秀的老生演员。那么如今我们的宁波小百花粤剧团呢，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。接下来要为我们演出的这一位张派的老生演员呢，那扮相可以说是非常的好，并且嗓音也很好。那么他在这个什么阿育王啊，还有曹操杀妻啊，还有盘夫索夫啊等等很多剧中呢扮演的老生老旦的角色，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就是我们国家的1级演员郑春芬。郑春芬呢，在2000年，因为演出了一出根据京剧而改编的折子戏《曹操杀妻》，而获得了当年这个浙江省粤剧演员大赛的优秀表演奖。那么今天呢，他要把这个获奖的剧目献给大家。他和他一块演出的还有一位是国家2级演员吴俊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俩。我在京
流泪眼，还流泪断肠子对断肠人，想一这个说起越剧的演唱，给人的感觉总是委婉凄凉。是的。但是呢，也有这个刚毅坚韧。提起越剧演唱的刚毅坚韧啊，还真让人肃然起敬。哎，这不就有一位杜十娘？杜十娘呢，是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剧目。那么我们小百花越剧团呢，扮演杜十娘的呢是国家一级演员、傅派传人洪芬飞老师，他是我们的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老师的弟子。那么洪芬飞老师呢，他在多部剧目当中，如《归长安》《琼浆玉露》《七娘救夫》《杜十娘》当中呢，都扮演主要角色。他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，在我们浙江省和全国的越剧的一系列的赛事当中呢，获得大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洪芬飞老师。有请。洪老师好。哎，洪老师，听说你在唱越剧以前是唱京剧的，是吧？有这回事吧？对的，我是70年在宁波市京剧团。然后80年呢，刚刚越剧恢复老戏了嘛，恢复男女子越剧了。那时候呢，我随京剧团宁波京剧团就改成宁波市越剧团。京剧团就改成越剧团。对，我随团呢就是改唱越剧了。刚好呢，那年80年的时候嘛，上海越剧院傅全香老师嘛在那个恢复那个秦探，我呢刚好在上海越剧院那个看傅老师。那个排戏，看了以后呢，我对傅派的艺术非常的喜欢，所以我就拜傅全香老师为师了。这儿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洪老师和傅全香老师的感情非常深。昨天洪老师一到上海，马上就赶到医院去看望傅全香老师，是吗？是的，昨天因为傅老师一直非常关心我们小百花越剧团的成长。昨天呢，我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傅老师，傅老师现在恢复的非常好，他特意要我今天在此机会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表示深深的谢意，在他的生病期间，你们都那么个关心他的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同样用热情掌声，请洪老师为大家做精彩的演唱，掌声响起。两万古往引人扫的，且听我杜十娘一表苦衷。想我十娘是与父母丧
我生娘，相中于宝，如今当着众生当客，是李家自我相中藏于宝宝，去之万金。我不为李家，李家恰生为生娘，谁是谁亏，谁人害我，鬼众我，空作明真。我凤凰下也为佩服啊呀，这真是痴心与滋味心欢，到头来还是
说到咱们这个越剧啊，发展到今天呢，可以说题材非常的多，有的呢是取材于古典名著，有的呢是取材于一些传说的故事，还有的呢是从我们这个兄弟剧种借鉴的一些优秀的剧目。可是这次呢，听说是借鉴了咱们这个印度的大片，哎，这个听起来倒是有点新鲜啊。是的，我们的原创剧目《阿育王》呢，就是取材于呢印度大片。那么这个舞台剧呢，它不像呢以往的那个越剧，它是表现的那个才子佳人啊、小儿女的那种情怀，它而且把目光呢对准了那种欲望、悲情的人生的况味，它的力度呢非常大，而且呢深度呢也非常的深刻。那么由于这出戏呢，它呢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演出风格，在呢中国的第9届的戏剧节上呢，以它呢独有的风采呢，我们呢获得了优秀剧目的奖项。剧中呢扮演阿育王的男主人公呢，也是我们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当家小生，梅花奖得主张小军。说到张小军呢，他是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的弟子，他的扮相非常的俊朗，嗓音洪亮，并且表演的时候有一种霸气，有一种阳刚之美。那么接下来他的演出当中呢，将会把阿育王的那种大彻大悟的剧烈的心理活动表演得淋漓尽致。扮演公主卡娃的呢是谢晋莲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。
靠我，靠我！我见的水为我转灯，饮血的酒心疼了水。你伤我的权利，责必苍穹，却伤我的良知，葬送冤声。你伤我的团圆无耻不知，却伤我的善良无耻深。你伤我化成了一团烈焰，却伤我
自问了自爱自弃。你藏我血拼了手中人道，却伤我爹埋了生命陷阱。一生中难轻说，回过是谁求众生，我要让清净在于他，我要让鲜花重芬芳。快乐歌声满城。
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，第762期星期戏曲广播会《咏江乐音百花争艳》，宁波小百花越剧团演唱专场就播送到这儿。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，朋友们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